因为半夜出的莫拉克风采，重重南挑战性影响，首先宣布出的龙花贵校學校嘅建築本大水大塊強強，學生嘅冇法度獨立一片上課，只好曬到臨時學校。為咗安撫學生嘅學校又安排了心理輔導嘅課程，希望小朋友做到妥啲再可以認買。然後呢件宣布貴校雖講冇受到損害，不過外系學校嘅態度呢日強重係當難行。為咗小朋友安全，學校啦家長也當到嘅開會案上，稍後來處理嘅方式。系統小眾嘅遙控器，鐵嘅門慢慢打開，文化貴校嘅新生打造出來到新學校，全片嚴正學生。全校唔少外嘅小朋友，除咗了解參實行外體接觸之外，其他學生仲花少時間來到學校。看到學生回來，只有感動兩個字。未來我們還會有包括學生的心理諮商，然後包括老師的一個進修研習。小朋友受到教學度認真聽先生上課，不過因為呢片係臨時環境嘅素材，較簡、較簡單、較合，咪較會受到影響。雖然安尼，小朋友還係懂歡喜。有沒有覺得什麼不方便？沒有。沒有，為什麼？因為這裡都很好。因為牆壁做得很小，所以都聽得到隔壁的聲音。希望趕快有個新學校。會。聽聽來到鄉村嘅新木國小，雖然學校冇修損，不過呢平安路將暢通，家長嘅冒險送小朋友來上課。你下都冇法度啊！你一上樓按你過啊，冇法度過來啊。會講講，如果講就上。那個如果水再大一點點的話，我說這個小孩子也不要給他做，就乾脆就不用讀書了，怎樣？因為路嘅問題，每段時間實際改善，議會慢慢結束。所以學校嘛利用開學嘅時節，同家長開會討論，安全將是保障小朋友上課嘅安全。像我哋嚟講，你講睇 CV 過去名人轉起嚟講，也對於安啲學生嘅安全性咩，也太煩了啊！我們會做了一些如何來安置學生的安全，在學校裡面，準備好，如果真的需要安置在學校的時候，我們有一些空間都 OK。本小朋友反映嘅上課係受家長嘅願望，但是對新木國小學童嘅家長來講，實係一個東南灣城嘅夢想。因為到呢個為止，冇人真正保證到底呢時將是有一條安全嘅上課嘅路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